中央推动全民运动馆的兴建只有30亿，全国各县市拢在争取这个大饼。最后，台南市政府核定安南、新营甲永康这3区作为提拔优先顺序，拢算是安全名单。不过，议员陈秋平以永康的人口持续增加、地理位置以及区域平衡等优势，不满教育局排定顺序的分析，甚至烦恼找出安全名单。所以会长要求市长签署承诺，一旦前瞻经费无法度支援，爱由市预算来兴建永康运动馆。你是说一不二的市长，所以呢，立马给我答应哦，说如果真的中央没这条预算，你会用市预算来建制完成，行不行呢？对。所以我今天我带来一份啦哈承诺书啦哈，为培养市民运动的风气，还有提升市民运动的环境，并带动我们运动的产业发展。所以你会在台南市长的任内推动新建永康运动馆，特立此承诺书 ，OK 吗？是，我会推动。这马特拉不拉，我们自己拉。永康区人口持续增加，以大家国小为例，学生数已经额满，特别是今年度就增加1年级3班、5年级1班，所以要求教育局改变永康区3处的文中营地，甲5处的文式营地，同时强烈要求市长思考东桥东华区新式学校的可行性。台新闻郭文吉、林根采访报道。